反正就分手了。我没有思考我还爱不爱他，反正就分手。我只希望我自己赶快振作起来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他在干嘛？好可爱啊，白痴啊！他在干嘛？美丽没送啊，美丽没送啊。美丽有在看吗？哇！你是听谁说，就是有学妹喜欢陈思宏的？